今仔日游园是学台语的一天。伫 Clubhouse 内底，嘛学着诚侪台语，而且是较轻松，就是无亲像讲，甲朋友讲话可能会较紧张，一直听一直听。但是开讲的话，就是有人讲啊较好，有人搁当地学。因为嘛是有讲啊较自然的台语的，会晓讲台语的人，所以嘛会使学一寡用法。讲台语的用法，毋是用华语去照翻的，所以感觉是袂歹的环境。只要讲我毋免去食醋啊，想讲别人较重要啊，我只是新人啊，无甲我注重啊，还是安怎？以前，我定定有即种心态，就是去一个环境，就开始会伫比较，较无安全感。希望讲大家做重视我，我做有贡献，就是会重视我的表现有好还是无好。但是最近有训练嘛，有去听一寡演讲，知影讲其实就是家己对家己有自信是上重要的。若是我今仔会使用放轻松的心情，就会去台拢感觉诚好势，就袂讲去台都会感觉会输人。啊，我今仔日阁有甲迄台路边歌有甲伊背起来，这甲会变甲讲有一寡撇步，家己有想一寡撇步，嘛是因为学甲一段时间，其实人拢会有进步，拢会找着方法。就譬如讲，伫学安怎写电脑的，写电脑的物件嘛是共款啊。一开始可能拄仔学拢听无，但是学一段时间就会五书自通，应该是会安尼。因为人的能力，就是安尼。一开始是啥物拢啥拢无，但是经过一段时间，其实就会开始变巧啊。所以爱坚持到迄个时阵。啊，对我的帮助就是讲，这段时间我去找讲，我若是想要学台语啊，我是去台找所在啊，是安怎趁啥物机会，所以变成讲是家己去摸出来的。所以若是讲无学进前，就是讲拄着的人啊，拢感觉讲拢讲华语啊，无人要和我讲台语，都无法度接受着台语的环境。但是即马感觉讲有一寡环境是家己去创造的，这就是亲像演讲讲的信念创造咱的实相。意思就是讲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安怎想，我的心囥伫倒位，我就会开始慢慢啊去找即种环境。啊，伫即种环境内底，我的心态是啥物？啊，大家就会因为我心态关系，是爽快还是感觉无爽快？其实伫 Clubhouse 内底，迄房间内底嘛是讲有一寡人因较无介意，感觉即种人互人做困扰的。我想嘛有可能是迄个人心态较毋对，所以大家就较无法度讲，就是看伊伫倒位，就想要走安尼，嘛袂讲家己诱起来，诱到房间内底讲话，
这应该是甲讲这人讲台语无讲台语哦，但毋是台语讲啊有好无好，其实关系无济。应该是甲迄人态度、讲话态度、讲话方式，佮有伊的心理伊的心态嘛。所以讲一个人安怎想，伊就会互身边的人有啥物感觉，变讲伊就会就会反映着讲，这个人伊有欢迎无受欢迎，伊伫这环境有顺还是无顺。所以，若是咱的心想好势，大好知，咱拄着环境其实是会较顺的。所以即摆我就知影讲，我的心态就是爱较轻松，毋免讲啥物拢甲人比较，啥物有人若逐个较疼伊，我就会想讲若是我是偌好轻松。以前我真正定定我以前我真正定定有即种心理，这就亲像讲台语共款，就是有一寡发音，就讲甲诚惯势，就受着华语的影响。譬如讲变讲我发音其实以前无人甲我提醒，就算提醒我嘛。啥拢无，这就是讲，以前我的心态就是爱定定甲人比较，就看家己无，就是安尼。若是即摆因为听演讲还是学台语以后呢，就开始会有较注意以后，就会使豆豆去甲伊调整过来，所以。其实代志拢无困难，困难的就是讲你爱知影讲，知影讲有啥物所在毋对咯。譬如讲台语嘛，有定定讲啊保正。我若讲开始知影讲，原来我是安尼讲，就较知影讲是啥物原因。互别人拢讲我讲啊音拢无正，豆豆调，豆豆去注意。所以我即摆生活上的代志嘛是安尼。我有感觉讲无安全感感觉讲家己无啥好的时阵，无爽快的时阵，我就会想讲，是毋是我的心阁有倒位？就像以前共款的心态无改过来，这种心态就是家己互家己诚痛苦的心态，应该是较开放的，而且嘛较轻松。所以讲，因为我若轻松，其实别人嘛会较爽快。所以我感觉讲即摆有去学物件，就是讲，毋是讲啥物以后会趁钱，以后会好趁食，这款物件。我即摆学的可能就是讲，我的心理有倒位是，较无好的，互家己伤紧张、无快乐的所在。我无快乐，别人嘛是诚艰苦啊。举一个例，就是我的同事有一个同事。咱这毋知要安怎讲，处女座的同事，伊本来甲我，本来伊就是，互我感觉伊诚可怜，诚无自信，我着对伊诚照顾。想袂到，其实伊是心内诚袂爽，但是伊着继续讲，嘛诚欢喜，所以我当然毋知影伊倒位无爽。后来较知影，伊是诚歹剃头的一个人，伊就是一开始会继续讲诚好斗阵，啥物代志拢甲你讲。其实心内，因为伊家己是过甲诚痛苦，伊的想法就是拍架的迄种想法，阁伤紧张，所以伊反映出来、做出来的代志，就会变讲。伊嘛对我后来就是讲足绝情的，因为我想讲伊就是有一个角，
伊若去倒位啊，拄着啥物人啊，因为人啊，其实像我嘛毋是讲特别无好诶人，特别讲甲人刻薄诶人，我拢毋是。